有人抱埋 BB 嚟捧場，可以睇到巴西人有幾熱愛森巴舞。森巴舞學校每年都會預留啲名額俾遊客報名，不過就要半年之前接受訓練。不過為免啲雜牌軍影響到學校嘅成績，咁所以都會安排啲遊客企喺中後段嘅位置，費事咁顯眼啊！評判會按音樂節奏感、主題曲、視覺效果，全由主題嚟到評分，要求好嚴格。去操縱幾百人喎，佢計個時間，去唔準佢超時，唔準佢越位，同埋嗰啲步伐要跳得準，因為佢每一個學校呢一個步伐會練唔同噶嘛。巴西全國都有嘉年華，以里約熱內盧最盛大。下一集我哋會去到嗰度為大家零距離直擊。各位我梁思齊，牛頭角彩霞道有的士鏟上行人路，至少1死4傷。現場一段彩霞道部分行車線封閉。現場係彩霞道近住振華道交界。警方下晝1點50分接報，一架的士駛至近住安基苑對開嘅時候，懷疑失控鏟上行人路，撞到2個年約30幾歲嘅女途人，昏迷不醒。其中1人送聯合醫院搶救之後不治。至於另一個女人就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搶救。年約70幾歲嘅的士司機以及車上1男1女乘客報稱不適，亦都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頭先行到嗰度就聽到嘣一聲，行過嚟就見到架車已經咁樣啦，跟住有個人瞓喺，應該撞到2個途人，一個喺花槽入邊，一個就喺嗰度直情趴喺度喐都唔喐。跟住應該未夠5分鐘，救護車就嚟㗎啦。救護車就幫佢做急救，做心外壓。另外一個呢，就睇下有冇人識急救，就有一個就話我係護士，就幫佢做好似有少少意識喺度。司機就後尾坐喺嗰度，佢應該都受到重傷，佢自己行出嚟坐喺嗰個側邊，佢一直嗌住呢度位，好痛。佢嗰架車喺上邊，而家嗰個差佬企住嗰度轉彎，咁佢就可能黃燈，佢就快咗啲過，咁啊駛咗落嗰度。因為轉咗落嚟先睇到個撞埋，佢砰咗一聲就睇唔到佢快定慢。政府宣布嚟緊星期日起，商用車隧道費減半，為期2個月，減輕營運成本。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長遠仍然需要解決油價加快減慢嘅問題。嚟緊星期日0時0分開始，所有商用車使用政府嘅收費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區，只係需要俾一半嘅隧道費，為期2個月，直至7月16號夜晚11點59分結束，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同埋的士等商用嘅車。易通行會調校系統收取優惠嘅費用，的士行3條過海隧道由25蚊減到12個半，其他商用車就收25蚊。至於獅子山隧道、青沙管制區等等，所有商用車劃一減到4蚊。但係由於愉景灣隧道屬於私人營運，冇補貼。另外，由於措施嘅目的係支援營辦商，的士嘅乘客仍然需要俾全額嘅隧道費。私家車、電單車同埋機動3輪車亦都冇減免。中東戰爭開打以嚟，本港嘅車用燃油價格不斷攀升。就算國際油價回落，無論柴油或者無鉛汽油零售價一直高企。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長遠仍然要解決加快減慢嘅問題。未來咧一定要研究咧一啲措施係可以喺行政上咧可以壓制佢嘅加價，喺非常時期或者呢一啲咁嘅真係有戰爭嘅
不穩定嘅情況出現嘅時期，而唔係不停咁樣去利用公帑去追呢一啲加價，因為其實呢一個無底深潭啦。咁你繼續補貼嘅話，其實油公司一樣可以繼續加價。咁其實呢個永無止境嘅。政府跨部門監察燃油供應專責組話，今次嘅安排屬於臨時措施，旨在協助司機同埋營辦商應對燃油費用上升嘅壓力。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香港快運星期六起下調燃油附加費。香港出發飛往內地以外其他地區，附加費由389蚊減至339蚊。非內地航班維持不變，收165蚊。而至於回港航班部分有下調，泰國回港嘅航班減大約53蚊，但日韓出發嘅航班附加費不變。香港快運早前公布中東戰事以嚟航空燃油價格急升，燃油附加費檢視頻率由每月一次改為每2個禮拜一次。政府舊年年中提出發展工業旅遊，旅客可以團進團出嘅方式參觀品牌廠房等。文體旅局話，旅遊事務處正係籌備下一階段工作，初步已經同近10間有興趣加入嘅工業品牌接觸。我哋會視乎各工業品牌嘅籌備進度，適時咁作出公佈。咁如果個覆蓋面係廣闊啲嘅話咧，可以提供嘅時段或者個配額咧就可以有所提升啦。咁亦都方便我哋嘅旅行代理商咧作出行程上面嘅安排。需要增設導賞嘅配套設備、改建生產嘅車間以及培訓員工等等，難免會牽涉一大筆嘅支出。當局會唔會考慮設立資助計劃？由於係涉及公帑啦，我哋都要仔細考慮可以帶嚟嘅成本效益啦，同埋即係咁樣嘅做法咧，係咪會引申到其他嘅一啲嘅問題？有啲本地嘅手工啤廠啊，或者酒廠咧，都好希望參加計劃，但係咧呢啲參觀咧無可避免就有試飲啦，或者大家都理解。但係呢啲咁嘅工廠咧，申請酒牌咧係好困難嘅。我哋都非常之願意咧牽頭咧，係同發展局嗰邊咧去探討，可唔可以進一步嘅拆牆鬆綁。國際方面，英國首相施紀賢繼續面對逼宮壓力，一日之內4個政務次官辭職，超過90個工黨國會議員亦都要求佢落台，但同時有過100個議員支持佢留任。施紀賢星期3將會同被視為潛在挑戰者嘅衛生大臣司卓添會面。英國內閣官員星期2到倫敦首相府出席由首相施紀賢主持嘅內閣會議，多名閣員到埗嘅時候冇回應在場記者嘅提問，包括係咪認為施紀賢需要辭職。施紀賢喺會議上再次表明為地方選舉失利承擔責任，但同時繼續留任，履行對選民帶嚟改變嘅承諾。佢形容過去2日有關佢動向嘅消息破壞政府管治嘅穩定，但強調工黨未有展開挑戰佢黨魁地位嘅程序。副首相林德偉喺會後話全力支持施紀賢留任，又要求主張施紀賢落台嘅工黨國會議員指出邊一個會係更好嘅首相人選。衛報報導，超過110名工黨國會議員聯署，而家唔係舉行黨魁選舉嘅時機。施紀賢拒絕落台嘅決定加劇工黨內部分裂。星期2有4名政務次官辭職，佢哋認為施紀賢一日留任都唔會帶嚟改變，要求佢為國家同工黨做正確嘅決定，為權力有序過渡制定時間表。星期3係英國國會開議嘅日子，英皇查理斯3世將發表御座致辭，講話由內閣草擬，涉及政府嚟緊1年嘅施政重點，包括改善經濟、加強國家安全。查理斯3世發表講話前，施紀賢將先會晤衛生大臣司卓添。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施紀賢嘅盟友相信司卓添到時無法根據黨內規則提交81名工黨國會議員嘅支持，發動逼宮。無線電視記者陳家喬報導。電子學習平台 Canvas 早前被黑客入侵，母公司話已經同對方達成協議，黑客同意歸還竊取嘅資料。據報公司向黑客支付贖金，但未清楚金額。Canvas 母公司 Instructure 發聲明話，已經同黑客達成協議，對方已經歸還竊取資料，並收到黑客提供嘅電子確認，顯示所有剩餘副本已經銷毀，但公司承認冇辦法保證數據被永久刪除。
Instructure 又話獲告知公司客戶唔會喺今次黑客入侵事件入面被勒索，但提醒佢嘅客戶無需單獨同黑客進行溝通。喺聲明入面未有透露協議細節，包括係唔係涉及付款，亦都未說明今次事件嘅幕後黑手。Instructure 話同網絡犯罪分子打交道，永遠冇100%嘅確定性，但將盡力保護用戶數據安全。Canvas 月初被黑客入侵，黑客要求公司同受影響學校支付贖金，否則將泄露涉及全球近9000所學校、2億7500萬師生同教職員嘅個人資料。本港多間大學同教育機構亦受波及。有網絡安全專家對今次攻擊係唔係就此結束仍然存疑。美國聯邦調查局網絡部門一名前官員話 ，Instructure 好可能向黑客支付咗贖金，而支付贖金並唔等同威脅結束。過往案例入面，經常有犯罪分子收咗贖金，謊稱已經銷毀被盜數據，實質將數據流傳轉賣。美國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要求 Instructure 就今次事件嘅應對同協調工作進行簡報。無線電視記者楊卓倫報導。休息一陣，轉下其他消息。人生必勝。